嗱，11月中旬，河南一個3歲嘅男童發高燒，醫院初步確診咧就認為佢係普通感冒，結果咧第二日就死咗啦。病歷隨後補充為感染甲流，而家屬當然質疑呢個醫院係咪誤診啦，係嘛？嗱好啦，咁啊當然咧民眾咧係眾說紛紜，認為而家中國嘅根本就唔係咩甲流，應該就係武漢肺炎嘅變種。咁啊，而當局同醫院咧聯手喺度掩蓋真相。嗱，掩蓋真相從來都係中共特色嚟㗎。香港而家咧就學晒中共啦，乜都掩蓋真相，係嘛？嗱，好啦，咁啊跟住咧，由美國陸軍研究所病毒系實驗室主任林曉旭博士咧就講呢個做咗個講法啦嚇。佢話呢個病毒嘅傳播率好快，通常一感染一個小朋友，尤其是幼稚園嚇，50%到70%嘅細路都會咧就中招，所以學校停課係合理嘅。而家問題就係唔係咪睇一個當地有呢啲咁嘅個案爆發，而係全國各地都有咧，咁就大 Q 鑊啦。即係話而家咧呢個疫症喺中國已經大流行，全國都有樣。